韓式。我哋阿梁公超師傅同埋阿李偉元師傅。咁佢哋頭先講係啱巴嚟嘅，摔完之後一個啱巴。咁啊，梁公超師傅咧係柔道黑帶3段，差唔多每個禮拜都參加比賽嘅。阿元哥咧亦都係喺北韓嗰度咧參加呢個散打比賽，亦都有攞到好成績嘅，代表香港。咁佢亦都係玩太極啦、泰拳啦、散打嘅，亦都係我哋推手經常嘅推手冠軍。睇下佢一陣時間啲咩先。好，反抱摔。呢個場地非常之好啊，因為夠晒地方，同埋咧有軟墊，可以好安全地摔嘅。好。公超。埋身，勾腳，反勾腳，係啦，退步跨虎啊！係啦，好似甄子丹嗰個啊，地氈，睇下點先，地氈，好，好摔，反摔，哇！呢下好靚呢下，成個朝天腿啊！阿元哥成隻腳喺個天花板度搭翻落嚟，哇！冇事，下一拍又可以嚟過。好，一個假動作，假腳，穿心腿，又一個假腳，嚟多嘢，假腳，好，踢落去啦，好硬淨啊，唔怕，踢落去，元哥，大力啲踢落去。係啦，糾纏，巴頭啊，哇，好靚呢個巴頭，好型啊，柔道嘅巴頭，寫生技。咁少冇氣啊？哦，原來真係個標準嘅泰拳。師傅呢招咩名？師傅？呢招啊，神後上樹啊！好，多謝晒。